子想吃牛奶糖，掏钱买不是问题，但谢敏佳选择自己做香草荚，看出讲究。因为就会多一个香气呀，在小孩界就很受欢迎，小朋友都会做好以后带去请同学吃。家里的厨房像有魔法的阿拉丁神灯，3个孩子想吃的，妈妈都能变出来，而且是蓝带烘焙证照背书的专业水准。马德莲是18世纪法国公爵女仆献给波兰国王的甜点，谢敏佳总也有那样戒慎的心思。虽然自家人不会挑剔，有蓝带手艺的她要求色香味都要绝对到位。马德莲连同娇贵的马卡龙、卡特卡棒蛋糕和牛奶糖，从准备材料到最后包装，靠自己的双手用心做。这是谢敏佳送给刚出生的小侄儿人生第1份礼物。你做了的东西全部青红色，他做的东西全部都好吃。好吃。婆婆称赞谢敏佳身上像是有爱的面包魂，而她在网络上分享私房甜点、面包、蓝带课程学习创作的糕点，吸引了上百万人次浏览。不少网友留言，这般好手艺只留在家里，真的好可惜。于是，在88风灾时，谢敏佳做了200条吐司，连同自己的拼布作品义卖捐款，回馈社会。做到手痛，已经推拿快1年了还没好。儿子放学进家门，第一件事就抢着品尝指定妈妈做的吐司，母爱融化在孩子的味觉和笑容里。对3个孩子愿意跟爸爸一起忍了半年思念，支持妈妈去日本进修学习，谢敏佳珍惜也感谢。她的梦想，家人们都是温柔的推手。亚黑马的梦想，亚黑马的梦想，这是我的梦想，一步一步的走，一步一步来。靠自己的双手来创造生活中的美好。蓝带烘焙达人谢敏佳做出的甜点，不但是让人甜在心里，更是幸福满分。亚黑雅嘅夢想，一步一步的走；亞希雅嘅夢想，一步一步的走。